是公义的上帝，你是行人民是义的上帝。主啊，求你来赦免阮的罪，阮离开罪，阮伫生活中所拄着的试探来离开阮。主啊，阮会更加谦卑伫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主啊，求你来赦免阮拢总的罪，洁净阮的心思意念。愿你的天父，阮有了你，阮感谢你。耶稣啊，每一天拢平安甲喜乐。主啊，我们搁来多谢有了你，你是引带阮行深深道路的主。哈利路亚！主啊，你是万军的耶和华，你在想事在你里，想话也在你里。让阮欢喜失落的是，阮确信你的应允会留给阮。主啊，我的心切切地慕你，切切地慕你。我的心切切地慕你，亲像露的雨下水，只有你是我心。
灾难来刷开。主啊，求你，互阮的台湾这个新冠的病毒，会当紧紧来得到消灭，互阮的人民生活无惊吓。恳求主，你掠你四周围围起上天的平安，你用你大能的双手来保护阮年长的长辈，特别是伫阮的幼囝囡仔的身上，互身体虚弱的人、抵抗力无好的人，因兄弟姊妹，拢会完全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互阮不过惊吓，求主你来保守阮，已经感染的兄弟姊妹、亲人朋友，因会当早日得到恢复的健康，求主你赐了温片医治伊的身上。主啊，求你赐了基督的听，伫阮每一个人家庭。我们搁经历，我们伫阮的家庭当中，经历主你的喜乐甲平安。因为主你的听，互阮彼此有相听。阮的夫妻、亲子、兄弟姊妹，中间拢有美好的关系。你是我的归来。信心，拢充满对你主你下来归来甲祝福。
主啊，阮来恳求主你来带领，阮今日这个服侍拢会当真顺遂，无论所有的敬拜服侍，我们求主你一切的定数，拢会非常的合乎主你的旨意。主啊，我们当心合意的服侍。主啊，求你圣神抛给阮兄弟姊妹的心，除去阮一切的骄傲，我们专心以这来敬拜上帝你。我们谦卑来领受推主你下来的声，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透过牧师所分享的，互阮伫每一天拢能得到快乐。主啊，我们献上阮的感谢甲乐，你设立宝座伫阮的当中，求主你来降临。主啊，你也赐到伊的灵伫阮的当中。主啊，我们将喜乐的灵，阮的生命有活水，温哥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上，伊伫讨放所有的困迫的心灵。主啊，阮免愿阮所献上的祈祷，求主你来接纳。我们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这时阵咱做起立，要来唱一条歌。主啊，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哈利路亚！来大声唱。
是阳光的君王，你也是和平的主。只有你圣洁公义，我们来学了你。你是阳光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只有你愿你主宰，只有你圣洁公义。求你。
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阮伫你的圣日，阮无受阻挡，阮伫现场实体，也是伫线顶，这个时同心聚会，同心敬拜，同心学乐，也同心祈祷交托。主愿知，无论世事安怎演变，你拢是世间的主。你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所以当阮超吹归回伫你的面前的时，主你的恩典、主你的旨意、主你的业力、主你的保守，就要伫阮的中间。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伫遮同心聚会，愿阮的敬拜、学乐透靠主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的甘纳，也愿阮大家伫即个学习。伫即个仰望主你的话语的中间，阮得到造就甲栽培。愿你的荣耀伫即个中间充满，愿你的平安也赏赐伫阮众人。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这是来启应。启应文第4章诗篇第5篇。这是我来客会将来因。上主啊，求你听我讲。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上主啊，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因为你毋是以爱罪恶的上帝。骄傲的人袂当徛伫你的面前，讲白贼的，你要灭因。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阮通入你的殿。这是咱额头的祈祷。亲爱的天父，愿学到你，你的大能伫关深的所在，伫你的手中，悬的山、深的海也是你的。阮同心来求救你，你就互应阮。伫危险的时，你甲阮三角伫咧，因为耶和华要做阮逃险的所在。灾害也无临到伫阮，伫疫情无挖进阮的身边。主耶稣，为着你，阮会当举头来仰望。唯有你，也互阮跟对你，只有你互阮完全来得到自由。你是信实的上帝，用你的保护洗清气伫阮。只要阮归向你，阮的心神就得到安息。感谢主。前几日，阮也听见到美国南加州尼湾基督长老教会发生抢劫的案件。我内心实在惊吓甲心痛，因为观念立场无同款，来造成遮尔大的伤害。也恳求主你怜悯亲自来安慰失去性命的家人，阁有受伤的兄弟，也求你医治安慰照顾受伤的
伫治疗中会当得到完全的透放，会当得到完全的复原。主爱天父，目前疫情造成着阮的不安、惊吓、经济来受影响。愿为所有的人亲友伫平安，献上阮的祈祷。无论阮身处何身伫倒落，拢求你按照你的应允，成做阮所有人的保护。既若是拢倚靠你的，拢会当伫你保护内面来安稳过日。如今有缘你伫掌权，你有缘愿意伸手稳定的手来帮助找求你的人。无论阮经过危险的环境，确定有你的同在，也要照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带予阮何等的伟大甲美好，平安甲圆满。主你有讲，我留落平安予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予恁。所赐予恁的，甲世间人所予恁的无共。恁的心内毋免忧愁，也毋免惊吓。愿主的话语甲圣神，甲阮三甲伫咧。愿荣光、名声、尊贵、恶乐拢归于上帝。愿安尼祈祷，诚心的感谢，拢是倚靠主耶稣的名求。恭受上帝的话，来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是记载伫诗篇141篇第1节到第2节，这是我来读。上主啊，我求叫你，求你紧来帮助我。我求叫你的时，求你按耳孔听我的声。愿我的祈祷亲像香请到你的面前，愿我举起的双手，亲像用的时，这时所受你的接纳。第二位圣经记载伫约翰一书5章13节到15节。我写这个是要互恁信上帝囝人知，恁有永远的活命。咱伫上帝面前勇敢无惊。因为咱若照伊的旨意祈求，伊会互甲咱听。既然知影伊会听咱的祈求，就知咱对伊所求的已经得到。以上，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得行的人。献诗，请男士班来献诗。
感谢南师班的献诗。讲到咱牧师今日所讲的题目是祈祷连结丰盛的生命，祈祷连结丰盛的生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虽然疫情愈来愈紧急对北部以及延伸到中南部，总是咱心有平安，知影这检测拢是大家拢爱面临到，所以咱就安心无论伫厝呢，也是来教会，咱拢知影主要保守咱，互咱会当经历过即款的试炼，大家人拢得到平安。咱大声来做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即个主日，伫遮阮无论伫实体也线顶，阮拢要同样的心敬拜你。主啊，因为你互阮有即款的特别的恩典，就是无论伫什么所在，无论伫什么境遇，无论是什么款的时刻，当阮奉你的名祈祷自执的时，你就要伫阮中间。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甲祝福，所以阮也要伫遮三甲通过你的话，搁一遍来互相提醒、互相勉励、互相吟味，互你的话成全阮的困难。伫你面前，求你的圣神同在，互讲甲听的拢白白受造就。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可能兄弟姊妹，咱疫情的关系，有的人可能较无方便来到遮。我看到咱在座这些人，想到一个古早咱的富强教会迄个情景，差不多30年前，我甲谢牧师来到咱中间开始服侍，应该算个32年啦，迄个时阵，咱的会友也无100个。到今仔日来出席的兄弟，安尼看起来差不多啦我想着讲，按照这个月来疫情的关系咱圣官队的献诗暂停，咱的指挥美娟老师讲，无咱兄弟较简单招看嘛咧，所以最近几啊摆拢伫礼拜中来献诗牧师有这个福分佫享受到圣官队迄种的喜乐啦，因为30几年前牧师嘛是安尼，先落去参加献诗，再佫爬起来安尼会回到迄种人少少当时真甘甜迄种服侍的喜乐安尼。当咱经过30几年，上帝互咱真多恩典，但是我知影讲其中一项上第一要紧的事，咱的教会。拢爱继续持续着每一个人的灵命，每一个人甲上帝迄个直接亲密的关系，迄个关系就是祈祷。因为这无人会当代替你，因为这是咱心意甲上帝连结所以咱伫顶个月再讲是月初顶个月，咱拢有做伙分享着祈祷甲中保大道的就任今仔日呢，牧师要爱过一遍，用较简浅的，就是讲祈祷伫咱生活中，咱无甲伊感觉是一个义务，也是重担。祈祷就亲像咱逐个人在喘气，祈祷就亲像咱逐人3顿拢爱食物件、爱啉水共款，互你。甲祈祷的生活是一种足自然产生的事，这是今仔日这个主题要甲咱三甲学习的。拄则咱有读到诗篇141篇1节到2节，这段经文有记载起头写讲这是大笔的诗啦大笔的诗。所以咱就是讲，通过圣经内面，咱所领受到这的前辈因祈祷的模式。搁一遍印证伫咱的生活的中间。这2节安尼讲上主我求你，求你来帮助我。我求你的时，求你暗耳孔来听我。等于重复2遍。我求帮助我，
我求叫你来听我，表示咱人对上帝一个心意，代表向上帝安尼求。然后伊描述讲，这个时阵是甚物款的祈祷的气氛呢？伊讲，愿我的祈祷亲像香，亲像香请到你的面前；愿我举起的双手，亲像下昏时的祭司受你照纳。代表甲上帝祈祷，求上帝垂听伊的恳求，求主来帮助。伊的心境是安尼讲。我咧祈祷亲像香点倒，香咱知影迄个烟会称悬，所以就是到主的面前，迄个香味，迄个称悬是代表我的心意安尼。然后我举起的双手，你知影祈祷有举起双手啊？圣经安尼明明安尼讲啊，毋是讲干那安尼尔点点尔我举起双手，亲像下昏时的祭司受你接纳安尼。咱遐尼实话，咱若看起遮个经节，咱就知影讲，伫约翰一书，咱小等下会阁做会来做复习啦我要讲的是讲，当咱是要分享即个代笔的祈祷的生活。拄则咱读的经节有描述过，当即个就是伊即个暗祷。伊讲我的祈祷亲像香请到你的面前，我举起双手诚侪下昏时的祭司安尼，即个台语圣经咱都也读过读过，所以，甲主祈祷是对咱心意请出来。毋茫讲我举起的手，主会当领受，会当接受，讲亲像下昏时的祭司安尼。咱因为宗教改革了后，特别咱长老教会。咱较有即个清教徒的背景所以咱礼拜堂的装坛啦咱礼拜堂的仪式拢有较简化去。事实咱知影讲，即阵犹过咧战争的乌克兰甲苏俄，因迄边伫叫做中东东正教安尼。东正教因较旧的传统，所以呢，迄个祭司也是讲遐个主教，也是遐个牧者因的礼拜堂内面的装坛，甲咱长老教会差真多。其中一个印象上深的，就是因有迄个香炉，有迄个点香的香炉会伫迄个礼拜堂中间，伫迄个所在来呈出来安尼咱知迄个东正教遐拢较属伫纬度较悬的所在，所以迄个较大数啦，袂感觉讲迄个香味足翕安尼我会记得我有一个印象咱教会咱的公窑乡的查某囝子纯伊有一摆专工走去西班牙来行迄条圣雅各的路啦我看到伊 FB 看到感觉真新鲜，迄爱行足长的路，爱用行的，像咱台湾咧行台湾一世迄种感觉，有长甲短就对啦。我印象上深就是讲伊。行到结束的时阵爱去到迄个所在圣雅各迄个礼拜堂，又甲影像翕起来，我还有印象。哇，迄个礼拜堂半吊正中吊一个足大的香炉啦伊拢有量距离量好迄个祭司甲遐个圣职人员就开始甲迄个香炉安尼，规个礼拜堂咧海安尼洗，哇！规个礼拜堂拢充满着迄个香味啦，香的味安尼。我感觉着讲，人因迄个礼拜式安尼有迄个影像，嘛有迄个无共款的装坛，安尼感觉印象真深安尼。所以迄个香因为伫咱到台湾传道理了后，因为香甲咱异邦的宗教要小可相近啦所以。若是伫长老教会系统就较固绝，较无爱用着香。事实咱知影讲，迄个香伫古约的时代、代笔的时代，因就是安尼用即个来表示因对上帝的一个敬畏安尼所以即个是代笔伊暗时的祈祷下昏时的祈祷。咱知影上出名的就是迄个弥勒的画迄个图叫做弯道太阳要落山的时红仔某做实要结束就
迄个所在动心祈祷安尼。啊，事实大兵嘛有伫早祷呢，大兵嘛有咧早祷呢。啊，所以呢，另外一段经文吼，就是诗篇5篇的第3节，伊早起的祈祷，伊讲早起时你听见我的声，日头一日出，我向你来倾诉啊，静候你的回音。这是中文的经节啦吼，咱读这个台语的吼。伊讲上主啊，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早起的时我对你恳求，听候我，搁听候，表示代表有暗时。下昏的祈祷，嘛有清早的祈祷安尼。这让我想到讲，咱较老辈的兄弟吼，较早若咧参加祈祷会时，足爱唱一条诗歌。迄条诗歌，咱现在是圣诗405首，405首。你若听到这歌词，你就知影这条歌定定咧唱，特别是早起祈祷，讲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排列我的祈祷，望你应我。我要入你的圣殿，少念你极大的仁慈。我心敬虔，心敬虔。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这条诗歌就是对大笔拄则诗篇第5篇第3节的经节所出来。所以兄弟姊妹，一个祈祷的生活，无论是早起时的祈祷，无论是下昏时的祈祷，迄个祈祷是出自你的心意，你的虔诚的愿望。这是迄个下昏时吼，日头要落山的一个祈祷。他大笔的祈祷什么呢？伊讲上主啊，我求你，求你紧紧帮助我，我呼求你的时，求你来垂听。是一个对心底亲近主的，是一个对心内较无的祈求的。这是咱台语即个经节，咱拄则已经读了吼。当大笔的祈祷是得祈求上帝。咱若是用一个咱世间人的一个看见，大笔是一个王呢，大笔是权力，逐项拢伫伊手头呢。但是伊一个有权势者，嘛是软正的时阵，嘛是软弱的时阵，所以伊无甲家己看作是一个有权势的人，伊伫上帝面前就是谦卑、恳求甲祈祷。但咱拢知影，现在呢发起战争，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迄个发动者就是咱知影即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吼。我有看到一篇文章咧描述讲，一个领导者，伊的心思意念到底是安怎来？是安那伊会有迄款安尼发动战争迄款安尼野心呢？吼！这文章有写起讲，有一个作者写起着即个普丁，伊少年时代，讲拄好面临着伊整个的即个国家，伊开始入来，意思讲伊大汉开始入来。伫咧工作的时阵，拄好是因俄罗斯迄阵叫做苏联吼，上届兴旺的时阵，拄好一个怎切落去，按照即个1989年吼，俄罗斯即个苏联就解散去啊嘛。迄阵拄好普丁开始入来，所以看着讲哇，较早迄个苏联遐尔伟大的帝国，突然间放弃吼，伊心足袂适应的就对啦。伊迄个人吼足严谨的，逐项拢。要照规矩来迄款的，伊是咧分析讲，伊细汉的少年时代的经历，可能引起着伊现在，伊就想讲，我在统治的即个时代，我要互我的国家恢复迄个时阵，无论是迄个较早的迄个帝俄，就是讲帝国的时代，也是苏联的时代，迄款的伟大，所以感觉讲，若小可有人甲侵犯着，伊就是要甲讨回来迄种意思安尼。咱人一个有权力的人，拢会面临着软正甲软弱的事。而这个时阵，国家在战争，到底要赢要输，你看要承担着迄款的压力偌大。这大笔嘛是共款，伊拢会晓倒转来上帝面前，甲上帝祈祷。所以咱真侪人在学了这个大笔。毋
毋是讲完全是咧讲伊当时建立偌大的王国，偌大的兴旺的国家，毋是，拢是咧讲伊安怎甲上帝亲密的关系。咱常常用诗篇正说咱的祈祷，就是呢，代笔流露遮的侪诗篇。伊安怎甲主求呢？伊讲上主啊，求你垂听我的即个倾诉，求你听我的吐气，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听我求救的喊话安尼。台语较好。咱大家来读，伊讲上主啊，求你听我讲，在我的苦情，我的王啊，我的上帝啊，求你听我求救的声，因为我对你祈祷。但是拢伊无认为伊是迄个伫上帝面前，伊根本就啥物拢毋是，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伊哪会甲上帝讲求讲我的王，我的上帝。伊本身是王，但是伊无认为伊是王，伊是对上帝求你听我的祈祷安尼。共款另外一个。典范就是咱的主耶稣，伊的祈祷生活。主耶稣伊嘛是有早祷，嘛有暗祷哦吼。主耶稣祈祷的时机甲方式，伊有一个早起时伫旷野的祈祷。圣经记载讲，伊过日早起天未光的时阵，耶稣来到旷野伫遐祈祷。台语的圣经安尼读，伊讲过日透早，天还未光，耶稣就起来，出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伫遐来祈祷。现在即位共款意思，代笔伊是一个有权力的人，但是伊伫主的面前，像摒空一切，谦卑伫主面前，好像家己是一个软弱软弱的人祈祷。主耶稣是上帝的囝，伊任何时间拢会当上帝一个直通的时阵，是安那？伊嘛是照起工，伊伫迄个安静的时阵，天还未光的时阵，万米咱讲万物都寂静的时阵。天还未光时，伊就去到偏僻的所在，无爱互人搅扰，就是专心伫遐咧祈祷安尼。我伫韩国参加迄个聚会访安的聚会时，我听到一个牧师讲一个小故事啊。伊讲伊迄新学院有遐少年的学生有一摆甲伊的老师安尼有点仔咧诉苦啦诉苦，嘛有一点仔去埋怨因为伊是一个暗公教，学校逐日拢爱透早祈祷安尼，伊就有时感觉心情足歹，就吐一个气讲：哎呀，老师啊，是甚物人安尼发明即款早起时祈祷，困爬袂起来佫寒到要死爬袂起来，是甚物人发明的啦？有点咧抱怨就对啦咱知韩国因足注重清早的祈祷，迄包括讲你起床款款的参加祈祷会4、5点就咧祈祷，在迄款精神咱才对袂着啦。这老师安尼也好笑也好气，讲你这做新学生做到这里，搁咧问这话伊讲你去献圣经，迄个耶稣发明的啦，安尼。讲一个迄学生怎歹势起来，讲人耶稣伊透早天还未光，就去旷野上无爱行一段路咧。迄个所在安静的时阵，伊感觉讲，迄个是伊甲上帝上界亲近的时阵。兄弟姊妹，当你心有所求，你就袂感觉这是一个困难。你当你知影你有领受到上帝的回应甲祝福，你会感觉讲，较什么时阵拢是你甲主亲近的时阵。耶稣嘛捌规暝的祈祷，伊上山规暝祈祷，讲迄时耶稣出去上山祈祷，规暝来祈祷上帝路加的所在。台语圣经安尼讲，有一日耶稣出去山里祈祷，通暝对上帝祈求，通暝所以咱有个教会举办迄通宵的祈祷，拢是学耶稣的啦，无人家己咧发明啦。耶稣的确是拄着极其困境的事，也是讲伊有极其的挣扎的事，伊知影讲伊若无伫主的面前来吐露伊的心思，伊就毋知影过来要安怎做。另外一个耶稣基督的祈祷的时机，讲伊家己一个暗时上山啦，暗时搁上山这根本就是毋是咱平常时正常的生活做事嘛。但是为着要甲主亲近，伊就是安尼做。伊讲，伊甲众人四散了后，家己一个上山去祈祷，到暗时只有一个人伫遐。若上山尔，搁是暗时，搁是家己一个。这拢是一般咱生活上
真无平常的时，迄个时也拄好是你甲上帝上亲近的时。台语圣经安尼讲，军将四散了后，伊家己上山祈祷。天暗的时，伊又要家己一个伫遐。这是耶稣伫旷野、伫山顶的祈祷。这嘛是咱即个祈祷生活所要学习的。所以兄弟姊妹，咱的教会伫顶厝牧师分享，上帝听咱，上帝嘛恩典互咱，互咱正兄弟姊妹伫咱前的牧者也好，或者长老执事也好，逐个人迄个呼调也好，招呼也好，咱就一步一步来建立迄个祈祷的产业，迄个祈祷的产业。咱对中部大道祈祷开始，慢慢推展各种的祈祷。咱之前有讲，有一个集体同心聚会祈祷，像咱拜五恩典时刻的祈祷。早起时拄则咱大家人的联合的早祷，咱有迄个祭日受难周，也是咱年尾的迄个集体的祈祷，迄是要凝聚一个信心，一个大家共同的组织。咱拄2天前拜五，咱嘛有邀请老真的牧师伫咱的祈祷会中间来陪灵，来激励咱大家人的心。各种的祈祷模式拢毋是为着要互你，互咱即个团体，互咱即个小组甲主一个较深的结连。咱伫对旧年开始，咱开始咧推动，除了有群众的祈祷、侪人的祈祷，咱有个别的单独的祈祷，咱有个人灵修的祈祷，咱只要搁加上一个，等于逐项的拼图拢甲补起来，就是咱叫做 RPG 有无 ？RPG 的即个小组祈祷，即个小组祈祷，这小组祈祷对，是2年前咱开始推动的时啊，有的小组因就安尼照起工就开始来推动啊，2、3个人、3、4个即马伫网络顶面就大家随连线，就大家做伙祈祷，感觉迄个喜乐甲迄个见证就慢慢出来啊。啥祈祷遐尼重要？牧师分享几项，拄则咱读的第2段经文，就是使徒约翰一书内面所写。伊讲信奉上帝的囝有永恒的生命。伊安尼写，台语讲：我写这个是要互恁信上帝人知，恁有永远的生命。信上帝的囝要有永远的生命。所以当咱承认这款的身份了后，是咱甲上帝的囝的救赎有结连做伙。你即个要产生即个结连有永恒的生命，是透过祈祷。伊讲，咱伫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因为咱确实知影，咱若照伊的旨意，伊就会随听。台语的圣经安尼讲，咱伫上帝面前勇敢无惊，因为咱若照伊的旨意祈求，伊就会听。信上帝的囝，你有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前提啦，就是讲上帝会应允。然后咱要怎做呢？咱伫上帝面前，既然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咱就无惊吓啦，无有啥物款的惊吓，咱就勇敢伫主的面前。有一个真重要，讲照伊的旨意。所以这就祈祷的秘诀啦。照伊的旨意的意思是讲，毋是你想到啥，就祈祷啥。你是先祈祷讲上帝啊，我要安怎行出你的旨意咧？这是一个咱有的人讲，我祈祷甲先上帝拢无听吼。你也先问这句讲，我是毋是有照上帝的旨意？上帝讲叫你就爱尽心尽意尽力听主，你爱听人亲像家己，你爱就近我，你爱行公义好人民。你若无照伊的旨意，然后甲上帝讨，迄就亲像遐做贼仔的人走去庙里甲迄个神明求保庇，讲互我即摆掠偷体袂互掠着，共款意思嘛。所以一个得到上帝随听的祈祷是，你有先甲上帝祈祷讲主啊，互我行出你的旨意啦，会当行出上帝爱我做的事。
今日即个老真的牧师伫咱中间咧勉励吼，伊其中有讲到一个小点，伊讲吼，伊较后来知影讲，咱做教会事工，毋是我想到啥就做啥，吼，感觉讲家己吼，安尼足侪迄个点子安尼呢？伊是讲，我爱先问上帝讲，上帝你是爱我做甚物啦？上帝你爱我做甚物？我做才有迄个功效。啊，若无吼，你舞一出啊，舞的吼，啊，都加了的就对。同款意思，当咱在甲上帝祈祷的顺风，你就照伊的旨意。所以兄弟姊妹，迄个祈祷毋是干单纯的恳求要讨啥货哦。祈祷就是咱下面所要讲的，祈祷是咧超你家己啦，用祈祷来超你的生命，超你的生命会当甲主来对齐。啊，所以咱用几项来分享今日的主题，讲是安怎祈祷会得到稳定甲丰盛的生命。大人拢咧祈祷，是安怎有个人会祈祷上帝垂听，这是咱一个足重要的观念。第一，祈祷是为着要甲上帝相结连。你敢若家己知啊？我知影上帝是救赎的上帝，耶稣基督是救主啊！我知影我是基督徒，但是你根本无对上帝祈祷。约翰讲，你所祈祷的上帝，就是伊有永恒的生命。啊，所以当你祈祷上帝时，你就是要甲这个丰盛的生命的主相结连。以赛亚40章的28节，讲起到上帝是永恒、是永远的，佮有无限能力的供应者，有无限能力哦，永恒佮无限能力的，迄种即个能源拢袂断去啦，永远拢伫地。台语圣经安尼讲，讲你兼毋知，兼毋捌听到，上主是永远的上帝，是全地的创造主。伊袂夜嘛袂先，伊的对非袂当测量。以赛亚先知咧，甲以色列百姓讲：你敢毋知影吗？上帝是永远的上帝呢，伊是创造主，袂夜袂先，对非袂当测度。啊，所以表示讲，基督徒，你亲像大卫，当伊面对上帝时，伊知影讲，伊是一无所有，伊是逐项拢无，是要甲主来领受这个恩典甲祝福，伊要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啊，他第二项，拄则咱有讲到，讲是安怎有人祈祷，上帝会听，上帝会应允的，是因为祈祷是咧超家己啦。啊，所以咱拄则有讲起吼，讲祈祷吼是照主的旨意，有照旨意。啊，照主意，你就是表示你所行所做所讲，拢爱合伫主的心意啊！啊，所以吼伫即个所在，伊讲咱伫照伊的旨意来祈祷，咱照伊的旨意来祈祷。啊，所以当咱知影讲我要安怎照主的旨意时，祈祷就是一种的幸福。你要先拼空家己讲主啊，我逐项拢袂堪折。只有你是，所以是咧炼净的即个功夫啦。甲主，代表毋是讲甲主诉苦吗？倾诉吗？倾诉就讲我家己拢遐倒是袂晓的，倒是拄着毋对，拄则袂晓，倒位所在无好势，等于家己遐错误问题拢等出来伫上帝面前嘛。啊，你这是啥物意思？就是咧伫上帝面前，甲家己的困境讲出来。然后把遐垃圾的、无必要的心思杂念拢甲炼净，而且安尼就是会除去咱的骄傲。特别人无伫上帝面前骄傲，讲我是统治万民的国嘅王啊，主啊，我逐项拢袂。所以祈祷是在拼空家己，是咧认捌家己。什么意思呢？当你祈祷的时阵，你会亲像耶稣讲，伫旷野、伫山顶，就是要定心，好像上帝看像一个镜。迄个所在吼，无人甲你偷看，你就家己看讲啊，我到底我
有甚物所在是软正甲软弱，我甚物是欠缺，我甚物是毋对。若要讲照镜，我这头毛啊，无好势，我的衫穿无好势啦。我甚物所在，我的目睭吼洗无清气啦，逐项拢在看嘛。所以伫主的面前祈祷，就是你一直咧清气、洁净，你咧除去你的骄傲。你家己有甚物成就吼？伫迄个所在咧拼捧的时阵，你伫上帝面前。所以请会记得，祈祷是幸福宁静，除去骄傲。像一个坦诚的人伫上帝面前，这是一个重要的祈祷。所以是咱讲咱的认罪的祈祷。认罪毋是在表达你偌虔诚啦，认罪就是咧认捌你家己，知影我甚物所在，是我的骄傲呢，还是我的疏忽呢，还是我接受到迄个错误的信息。所以这个祈祷真重要。第二项的搁一项祈祷是讲，祈祷是为着要重新得到快乐。reset 意思就是讲重新开始啦。咱有真侪人喺电脑内底足侪迄个杂讯足侪迄个无好的笨手我重新搁开机甲伊遐无歹的拢甲除掉。咱祈祷是为着要重新得到快乐。当你拄着快乐的时阵，你才会当看见上帝所开启的新约，看见迄个奥秘。上帝迄个长看关心的恩典，你若袂透过祈祷，你就感受袂出来。因为祈祷是线接着上帝的应允嘛，迄是整个祈祷的流程是完整的，毋是祈祷线若袂记了怎无记啊？所以像咱的中保大道有搁附一张卡，讲我有得到甚物印证。你表示讲你头前的祈祷毋是像风怎飞去啊？怎袂记去啊？像一个仪式，毋是啦，是你咧听候上帝。听候上帝应允。最近呢，咱定咧讲起着电脑啦、电动汽车啦，咱嘛有真侪兄弟厝呢即摆拢流行一只迄叫做扫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安尼。这是咱即摆现代生活愈来愈平常的物件。我会记得咱旧年咱有一寡少年的遮个小组的兄弟，有去到咱教会彭军彭军姐妹因的新厝啦去甲因参观，因住伫迄个虎山农场遐。真水大家看到真新鲜就对啦因为迄个大楼都打新起尔，所以因的迄个经理可能也想讲，阮怎甲你介绍这人客，无一定阁有人来甲阮买呢就带阮落去地下室，去看因咧地下室迄个停车场啦。我看者毋捌看到讲迄停车场做啊遐水的。咱普通停车场无顶悬咧钢架啥一大堆乱糟糟无，伊毋是整理到有够水，比饭店的停车场较水安尼。我印象上深的是安怎呢？伊拢对时代对会着呢，有一区迄个停车位拢接到一个迄个电动汽车的充电器伫遐迄足大粒安尼。是我开车转来车停落，我就把我的迄个充电线甲插入去，我这车就充满电明仔载我就通走安尼这我想着安怎呢？咱祈祷就是安尼啦。你一日拍拼落落，车开驶来驶去，拢强迄电力要无去，电量拢要无去我转去到厝的时阵，这只车甲伊插落去，快插好势因为迄我有看，我是无研究，但是我知迄个插电的迄个头迄足侪气足侪气，你著爱甲二好势，搁锁按，迄电源毋才会入来，这只车毋知充饱饱，明仔载足有气力。我嘛印象足趣味我甲贾博师傅真支持环保所以阮进前就开始骑车拢骑奥多拜，骑电动奥多拜就对啦阮头一只买的奥多拜是巨型的，我伫厝里家己充电就对啦我就发现讲，迄个充电迄个头足侪气就对啦所以呢，要充的时阵爱甲二号入去
然后甲开电，迄个灯啦，青灯，就表示有咧冲。有几啊摆吼，因迄足暗，我看到食无输吼，骑车转来，伊嘛是冲落去安尼哦。冲到看到讲，安尼拢电啊，青啦，原来吼，迄足暗就对啦，字无落去啦，所以加冲的就对，电拢无入来安尼吼。我有时咧退食无输，佮字又较暗的，因为伊迄足暗，有时愈的吼，愈省字无啥会落。咱嘛看见讲，迄个扫地机器人哦，即嘛设计了真巧呢。伊扫，黑白洗，你毋知影怎洗啦。洗人伊佫家己走去迄个充电的所在，家己倒起来，接好条，伊毋才会当佫充电安尼吼。听讲有诶扫地机器人啊，毋拄吼，咧走，走一个怎无去啊？找无啦。原来是走到迄个床骹下吼，拄无电去啊，怎停伫遐？你变要死，变讲我这扫地机器人是倒，表示讲无够聪明，伊袂晓等于家己即个充电。那简单讲的意思是讲，兄弟姊妹，祈祷就是你甲上帝迄电源迄个气佫接掉的，你领受到即个新的祝福。祈祷的人会看见神迹，因为上帝随时拢有神迹，但是伊是要实现伫遐的谦卑困求的人的所在。最后一个是。祈祷得结连永恒，煞行伫永生。当你有甲主祈祷亲像约翰所讲的，讲你信上帝囝的人，要有永恒的生命。对着我咧讲起着咱的教会，搁另外一个推动小组祈祷，有真侪教会才会小组因安尼真谦卑啊！讲牧师甲因介绍，因就安尼来做。慢慢伫因的小组内底有真侪水的见证。我顶日看到咱的即个群组内底有咧讲起着咱教会咱即个3人小组，因拢会甲因的即个 RPG 的祈祷翕到张相片来分享，我感觉真有意思。用这个来做一个介绍，互咱知影讲 RPG 的祈祷伫咱的小组中间产生什么款的困难这是因即个。群主咧祈祷的相片都2-3个做伙翕起来，你看这拢是因的群主的祈祷，因就甲因的祈祷怎截图啦，放伫因的群主咧分享，我伫迄个群主内底看到一个真好的见证，咱有一个小组3人小组的小组，叫做加分姐妹伊。做迄个群组三个祈祷小组的叫做导长啦安尼较好称呼。就引出因2-3个做伙祈祷，伊做讲见证讲我日日家庭15分钟的 RPG 真好，我是说话我的代言人就对，我要推广一个，这真合上帝的心意上帝欢喜每一个家庭日日同心同意合意来亲近伊，执行落去一定会感受上帝同在的欢喜。嘉芬姐妹伊带因即个小组内底的即个 RPG 祈祷，因家己的家庭嘛做伙祈祷呢。所以你个家庭2-3个、3-4个大人囡仔做伙 RPG 15分钟尔嘛，伊安尼祈祷讲鼓励大家日日伫家内兴起 RPG 的祈祷，线顶嘛会使。伊讲万事起头难我为着家内的人祈祷2礼拜，一旦开始，我就经历着奇妙的作为。伊做一个小见证，伊讲因即个祈祷小组内底一个姊妹伊参加4月22，就是咱即个牧区的即联合小组的聚会，有通过区长、卫鹏长老带领敬拜甲分享。原来伊心情拢袂轻松，因为拄伊的是大人过身，心情足郁卒伊讲专工来参加即个联合的聚会，伊讲毋知什么原因迄个诗歌亲像安尼电着安尼，心内开始产生一个改变。伊讲真久无迄种想要敬拜上帝的感觉，讲迄暗真感动。对迄阵开始，即个嘉芬姐妹，即个祈祷小组就引出伊做伙祈祷，慢慢伊的心就开啊。伊讲现在即位姊妹喜乐分享生活的状态，读经的时阵特别能领受到倒一句经文，好像是上帝对伊所讲的，讲常常半暝醒起来上帝互伊一条歌啦，伊会感觉唱着迄条歌来安眠好困安尼。即拢是因中间的
的分享。啊嘛，共即个小组吼，就是即个蔡素金姊妹啦吼，美娟老师伊拢叫阿锦吼，阿锦三锦。伊讲，伊嘛分享见证，伊讲，阮人生沿路行来，无管拄着高峰也是低谷吼，相信有上帝陪伴甲我去，拢会化险为夷。伊讲，这个感觉是我还未受洗以前毋捌经历过。另外一个小小的小组，连线15分、20分，有即款的改变呢。所以咱的素琴姊妹，伊讲感谢 RPG 三人组啦，讲感谢这个嘉芬道长吼，讲逐日咱呢嘻嘻哈哈，足快乐安尼，拢无啥物烦恼迄种感觉吼，来带领阮不断来学习。所以兄弟姊妹，我希望通过大笔的祈祷，主耶稣的祈祷，互咱得到一个新的体验。你安怎甲上帝相结连？用无共款的祈祷方式来结连伫主。咱先来做一个结束的祈祷，然后咱要来做一个异地的祈祷。咱今日因为咱出席的人无济吼，但是咱若在座有兄弟，你希望要受祝福祈祷，有哪会当来到头前？但是咱要就线顶的兄弟来做伙为着病痛的兄弟来祈祷。咱先来做祈祷做结束。主，阮的上帝，你的面前献上满满的感谢。你阮这个基督徒上大的恩典，就是阮会当正做祭司，伫你的面前来求救你，来恳求你，将阮的苦情摆列伫你的面前。亲像大笔甲上帝祈祷讲：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听我求救的声，因为我对你祈祷。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早起时我对你恳求，搁听候。主啊，愿阮祈祷的生活是一个甲主亲近亲密的生活，是一个领受着祝福、领受着对天顶来活命能源的祈祷。主啊，阮下面要做伙为着病痛的兄弟、心灵软弱的兄弟的公道，求你也带领阮下面的时间。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阿免。因为兄弟姊妹，我要请咱的这个敬拜团来带这条诗歌《赐我自由》。我希望讲，咱在座老兄弟，你毋是敢若病痛那定，你若讲有心灵的软弱，拄着疫情的心内的惊吓，要你着保护，咱行来到你头前。咱楼顶若无方便落来徛起来嘛，袂要紧。我也要邀请伫线顶的兄弟，你无论坐咧，还是徛咧，拢袂要紧。你把你的手放伫你的手中，咱要请这大岛团，也是咱的长老，有哪徛伫因的边仔，无就近，但是举起手为着因做祈祷。咱先来吟一遍这个赐我自由的诗歌，有想要祝福祈祷的，请来到你头前，徛较开就好哈，唔免徛伤我。咱大家开始闭眼，做来唱条诗歌。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咱免客气，来到头前啊！哈，有兄弟需要来到头前，不要紧，来免客气。得知我心中的不安，你灵啊！咱免客气，老兄弟需要祝福祈祷的，心内有烦恼甲忧闷的，有困难的，也是要为着你家己所追求的事，伫主的面前求祷的，求主甲咱成就。咱免客气，为人兄弟来到头前哦，吼。咱若有服侍同工，你欢喜要受祝福的，伊愿到头前袂要紧吼。服侍同工，你要领受祝福的，伊愿到头前。咱伫线顶的兄弟，咱若你有想要接受祝福祈祷的，你会当hand手伫你的正，伫你的胸坎胸前的所在。你为着你的工作事业，
你为着你心灵的需要，咱拢会当祝福祈祷吼，会当行较中来不要紧吼，较中来。咱细声，音较细声，咱开始要为着头前这兄弟吼，咱会当请兄弟你徛起来好无？举起你祝福的手，咱请在座的兄弟永远徛起来，咱要同心祝福祈祷，徛起来，举你的手伸到头前，为着因做祝福。咱若伫线顶的兄弟，你有需要祈祷，你我是心内祈祷上帝，看手伫你的心，咱同心开声。这阵咱为着这兄弟，因为肉体欠安，有心灵的软弱。有做做输天盘较困难，也是头前的路求上帝引带，咱拢做伙开声，为着因同心来祈祷，大家做伙开声来祈祷。主愿上帝感谢你的恩待甲保守，你的手甲赐福伫阮中间，阮互你的名来祝福，阮站伫头前，伊伫线顶，所有兄弟，让阮心伫你面前，甲主相结的时，主阮就知影，你知影阮的心思意念，主知影你知影阮的欠缺，阮有肉体欠安，阮有伫遮拄着。疫情的搅扰，有会感染到的，上帝，阮拢互你的名来祝福因，互你的医治临到你的中间，主你应允，当阮谦卑伫你面前求救，亲像大鼻王伫你的面前讲：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听我求救的声，因为我对你祈祷的是，上帝你的应允就要临到伫阮，阮互你名来祝福阮所有兄弟，求你的医治甲透放，拢改变三甲同在，下你来感谢主，求你的平安甲阮伫地，你的医治甲阮伫地，你的。丰盛的恩赐甲阮伫地，伫线顶，伫在场所有兄弟，奉你的名来祝福因，感谢你，下你来感谢你。再搁一遍来。搁对头来唱一遍，大声来唱，要继续祈祷的继续不要紧。请你来。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活出我生活中的忧愁，活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的到位，到位。请咱大家兄弟，把你的手放伫你的心顶，伫线顶的兄弟，咱也有同心要祈祷的，你拢放手，咱奉主的名来祝福。天父主，阮的上帝，你应允阮，就亲像你应允大鼻王的祈祷。大鼻王甲主祈祷讲：我的主，我的上帝啊，求你听我求救的声，因为我对你祈祷。主啊，求你听我的声，我对你恳求，搁听候。弟上帝，阮奉你的名祝福，在座现场，阮才会徛到伫你面前，祈祷、恳求的兄弟姊妹。阮伫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阮心内的需要甲恳求，伫线顶的兄弟姊妹，主啊，求你的医治临到伫阮。阮无论什么款的病症，当上帝你应允讲是啦，你要得到医治，阮就确信你的医治要临到伫阮。弟阮的上帝，伫这疫情来的时阵，阮有兄弟姊妹有确诊，身躯无爽快，愿你的保守也伫因的身上，你的医治临到你的身上，通过医药，通过休困，紧紧恢复起来。阮也为着伫线顶所有参加聚会兄弟姊妹，检查有心内忧闷看路，有工作上的无顺遂，也是经济上的困难，也有侪的操烦甲烦恼。愿上帝你的平安拢临到伫阮中间，因为阮确信你的应允，阮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组织，你就要伫阮中间。感谢主，求你赐福阮，求你阮领受这款的祝福，领受这款的恩典，看见上帝医治甲透放伫阮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阮恳求你来透放阮最最的软弱，最最魔鬼的搅扰甲颠簸，阮享受着平安，享受着天顶来的喜乐。感谢基督，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拍拍感谢主，谢谢，感谢主，大家请回座，好，请坐。
咱把时间交予咱的师会。应答上帝的话，咱即时来奉献。这是咱起立来回应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是我来报告。咱报告之前，咱先看本月经句。伫这部表面，咱看台语的部分。这是咱做伙来读。我对他人就交代你，对我出老母的腹肚，你就是我的上帝。诗篇22篇10节，咱搁一解。我对他人出来交代你，对我出老母的腹肚，你是我的上帝。诗篇22篇10节，这是我报告。咱先开伫周报第2页。下周侍奉服侍当中，咱师会咱要请中和执事。咱主礼，咱下周咱有请老进典牧师来做分享。咱先开周报第4页，集体交通，咱今仔日举行着异地祈祷，咱第2堂原来是阁有1堂的异地祈祷。咱有备心，尽量会当集中伫4楼来参加礼拜。也本来今仔日要召开着小会，请小会员有备心伫今仔日下晡12:45伫2楼会议室来参加5月份的定期小会会议。按会主日5月29。邀请老进典牧师主持主日的培灵会，咱欢迎兄姐伫无受疫情影响的下面，咱拢会当来参加。其他咱家己看，咱看第7点部分。本会6月份的事工预告。第1点，6月初5。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咱请新竹尖山乡司马库斯教会的蔡成功牧师夫妇来代表前来本会来证道，甲诗歌的分享。第2点，6月12，圣灵的降临节，本会也举行圣餐礼拜，欢迎会议参加圣餐礼。来领受上帝救赎恩典。
第三点，6月19，青年的事工主日，咱要请亚茹传道来主礼。咱提摩太牧区主领礼拜服侍。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讲兄这伫咧小报消息内底有一两项，我来做一个安尼搁补充。咱看投影片第一项，投影片第一项，同款原来下面迄个。毋是伫迄个咱的礼拜听书内底哦，接嘛会使好。咱后礼拜呢，咱虽然有疫情啦但是咱按照原来安排咱要邀请刘进烈牧师来主持培灵会2场。因为咱礼拜日的聚会时间较有限制，袂当一直长去所以咱有邀请讲刘牧师会当看是共一个主题头前段到后壁段，意思讲2讲无相共。所以咱邀请兄弟后礼拜，你若时间会使，咱对第一场第二场过来参加听伊来勉励分享。咱伫线顶搁较方便但咱照些时间来伫线顶参加礼拜通过刘牧师甲咱美好的勉励伊的主题是讲真做有属灵产业的人，真做有属灵产业的人第二个报告，咱先影片看一个好啦咱投影片第2页。下面一粒咱教会有一个青年是即个张正华即兄弟伊的阿公叫做林雄老兄弟咱毋捌伊啦，伊老大人无伫咱遮。咱投影片第2页有没有？伊伫昨昏来过往去有定要伫过来拜六即个。5月28的早起10点半要来举行告别式。伊是属伫迄个机电牧区啦有属机电牧区咱若兄弟姊妹有方便，伫即个殡仪馆的即个入殓式3之1的入殓式咱若兄弟招好会当参加的来参加，咱当献首诗歌虽然伊阿公无伫咱遮，毋过咱为着正华兄弟的家庭来祈祷，求上帝亲自来保守甲看顾咱即个补充的消息到遮咱因无看无着，要紧咱因为过来拜六就时间到无机会伫周报来报。其中补充搁一半项我来报告就是讲咱逐个人伫顶礼拜日，算讲拜一啦，有听到即个消息，就是美国加州的俄湾教会发生一个枪击事件。这事件真敏感，是因为伫美国迄种所在迄枪击的事件是足大代志。佫何况即边这个甲好像政治甲意识有关系，佫互人愈紧张啦所以呢，咱台湾这警政系统嘛足关心的，拢来各教会伫关心主要是讲咱伫台湾先较无感觉着，毋过咱是心内有一个祈祷，求上帝怜悯。毋通即款恩怨冤仇伫咱中间来发生咱教会也用着一种包容、互相接纳的心无互这个事件产生一个冲突起来这是咱大家所需要带导的事项咱也为着即边伫即个教会有一位陈医师来受拍死伊的家庭实在是足伤心，咱求主来安慰因来甲因安慰安尼。咱其他的消息主要是疫情的部分啦但是咱也知影讲，即个疫情咱即2日开始有一个新的描述出来，叫做复原者联盟互原者联盟，意思讲有得到的健康即阵人自由就对啦咱求主保守，互咱经历过遮的，逐个人拢健康，逐个人拢真平安这咱会拄着袂拄，因为这传染足紧的公告的人数听讲佫有迄个无公告的人数总共受咱大家细字无受到迄个医疗的不足引起咱的无方便安尼当有几项的迄个聚会拢暂停啦咱家己来看就好，家己来看就好
咱有一位今仔有一个新朋友来到咱中间吼，咱来欢迎伊蔡尚芬姐妹。蔡尚芬姐妹有伫遮无？来欢迎你，来欢迎你哈，欢迎你来参加啊！各位囡仔吼，啊好，欢迎你，欢迎你吼，真欢喜啊！伊是甲原来是基督徒吼，真欢迎你来参加哦吼，多谢。啊，咱伫这疫情的过程中间，咱周末嘛有写，啊讲假使啊拄啊好家庭吼人较少，啊因为家庭呐，我感染着隔壁的，我身边的人嘛袂使出来啊，有需要帮忙吼。你有需要帮忙，有需要联络，有需要来甲你斗，人讲跑腿的时阵吼，电话入来教会，也是你的小组内底，也有人甲你协助吼。咱即马有开始有遐无敌铁金刚就对啦，伊拢感染过啊，拢无代志的吼，会当甲咱服务啊吼，会当甲咱服务吼啊，请咱免客气，然后真正有即个需要，忙是拢毋免啦吼，忙是拢毋免安尼吼，啊感谢主啊，大家带倒，像即个疫情，毋知佫会当拖偌久啦吼，咱求主怜悯安尼，啊，甲咱做报告，多谢。上行，咱起立来唱最后一首歌389首，阿乐上帝至权至尊。有时阵请牧师来祝祷。阿乐上帝至权至尊。作花的主，万福原本，天顶圣山，天下万民，永远阿乐白行诚心。阿门。那奉主的名来祝福所有。兄弟姊妹，也是线顶所有参加敬拜的兄弟姊妹，求上帝怜悯平安，透放伫咱众人中间。特别是疫情真紧急的时阵，逐个人拢受主的保护，平安来经过。但愿三位一体上帝、父子圣神，甲咱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拢无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密道来避会。咱第一堂的礼拜到这结束，咱互相请安来问候。